什么爱我一世人，害我感情半只重，痴情来对你了戆讲，如今才知一场空。早若会知，你会来变这款，嘛袂为你心茫茫。啊，谁人袂怨叹，心爱的人，装甲水水嫁别人。苏阳文一路新凉。紧张！武林最强的庄稼人，击退了武林最弱的陈家仙。想袂到你是金鳌霸族连锁会名士哦！啊，你要安那就来安那，这人也无咧惊你安那咧。哦，凶杀，恰到人。王告主之令。不许当金鳌霸族连锁会做对头。这张帖邀请宾主到靖海宫议事。哦，陈家仙算你名味该绝了。啊，要安那你就来安那，我也无咧惊人安那啦，对唔对？喂，老燕兄啊，我这个案办好，才到靖海宫你想安那？好啊。阮专派在靖海宫候驾10倍路。来呀，大歌声的堂。喂，按下比我五红，你偷看前面多尹太太写辛苦吗？冤枉啊！我唔是遐皮皮的人啦。迄个王家伊讲青梅多好，因兜真好嘢啊！如果娶了美娇娘，迄是我的小妹啦。伊就讲迄恁某咧，我都唔知。原来都是迄个迄阵土地公甲比喻啦。如果若会当将迄个土地公甲伊头车的服侍啊，有求必应啥物代志都拢总会顺遂。我是忙要娶水某，当时伊是忙跋筊跋看赢无啦，安尼就对啦。谁知影所谓，伊这个人听觉足灵敏的，迄支刀咧xuất一个，安尼白光一闪，我手都断去啊。安尼你讲的无白杀，你正确的经术。好，结论你要宣判，生命都应当的防卫无罪，多谢。吴公，你行侠未遂，把你监禁100天，来啊！两个禁，哦，两个禁。你这个违禁监督3年有期徒刑。你也不是官府你都要甲我判罪。你不弄你？我不弄了，来啊！甲重判6年，安尼我真唔甘愿啦。好，甲你重判5年，有意义无？无啦，无意义啦。我2禁，这边。我即马要来去靖海宫开会这个金鳌霸族连锁会一定要选一个杨金生。各位名友，大家先听着。咱这个金鳌会爱汉以后，无外有会当迄平面靖海宫发生一场的大凶杀啦。所以呢，我用这个灵仪验印，这边教会生命路阴阳，我国皇上的命令，为者论归两汉。明珠之痛是已经教我归身的压力啊！你就免惊，我知影你的3纲灵敏，你的武功天赋啦，非常完的了啦。你是好好接令控暴，遵命不好啊！不能好啊！
安尼调高哟，讲一个来听看卖啊哩，啊声音咁样闹较低哩。咱北高联盟每高都有权利参选民主，吼啊民主你无照这个组织的规则中选民主，由另外派的人来当主接令，这种会引起公愤。愤啥？羊粪、牛粪、鸡粪，你咧闹啥粪？你选啥物？要选啥？内应当然要搁里面选所以若是讲赢我如令赢咱，咱这个会是无站的中庭呢。你敢要听好？我咧讲话你都听袂清楚，你也想你要干咩理论我是讲为能正闪，为能的人拢会闪就对啦。是闪的闪，听好，有朋友我听着，前面都讲义，恁人个爱奉用伊命令，什么人若是为能爱用完啦。我这边讲沿海疆人去会议，皇上明主决定，皇上唔免啦，该人啊。姚小凤得了冰霜地乳地梅之毒，伊怀疑伊的秘踪被人看穿。小凤你混去2礼拜，大家拢足淡样呢。老前辈，我混去的时，什么人替我解衣呢？对哦，就恁了阿姊阿妹伊拢伫边仔甲你看过，阮查甫是拢伫外口安尼啦，我真过身啦，大汉的啦，多明去逐个愤怒找出1000年的冰霜那个医治呢。多明去呢？多明去伊较无用啦，伊来走来走去哩咧。第二等等，互恁2个讲话，我失陪一下你咧。小凤。多明去，我连着你辛苦了。因为你所认识阮这班是无奈，所以导致你受人的嫉妒下毒啊。多明去，你为什么特别多明呢？你不应该多明啊，因为你是正人君子，唔免躲避现实啦。小凤，你嘛是躲避现实的女人，因为我爱一个人，被人甲我随去，所以才变成这款啦。爱一个人，是我千方百计想要接近伊，又千方百计想要逃避伊，但是我无数次的考验自己，终于发现爱他不容易，不爱他更难呐。小凤。人人都希望到达的心灵的极峰，高处不胜寒，风雪雷电瞬息万变。咱也正碰上多少处不能前进，也不能后退，更不能停的绝境。是绝境吗？并非绝境。咱也阁是行过绝境。你想起当时，咱如何冷静？咱如何的耐心？咱如何理智，才行过迄个绝境？爱确实珍贵，爱确实困难。因为过度视为珍贵，过度觉得困难，才上占有。我个人认为，爱是牺牲的，爱是天职。如能牺牲小爱，完成大爱呢？你比什么人都较伟大呀！多明去，你真伟大。希望互相不再怀疑。安尼好。我过时。狂风暴雨之时，为着身穿白色好好的孝女，在梦前哭丧。爱子比多明去，看这个情景非常的动情。姑娘，狂风暴雨，天气这么严寒，这个所在危险啊！赶紧入这个山寮避雨吧。
姑娘，赶紧入山了比武吧。多谢啦。什么？金飘梅？姑娘，你为何向我下毒手呢？苏彦文，你该死！小着板凳，等下交车。给你啦，给你啦！我手机笔断咯，我人头下要安怎？我电琴感觉对啊！哎，无法度就是无法度，凌空细啊，哦，全咧不见啦！哎呦，这个查某唔捌看到，安怎这功夫比吕伯君更加厉害呀？你即摆讲吕伯君，我想着，这个可能是吕伯君，哎，啊吕伯君都翘去咯。吕伯君无死，庄稼人解救，也来免啦！赶紧入靖海宫查探详细，要入去靖海宫，对啊！啊好啊，春死耶！传件告诉，金吾八族连锁会的明主驾到，玉家降临了。头前擂鼓小正香点酥茶，迎接时候。明主大驾，三人万出欢迎失敬多多。免的啊，讲规大堆嘛，唔好多啦。你就是迎海宫的首领，我都万象行是么？本座这是办强行事的，明主，你名扬三山，威震我家，本座希望能甲你金吾百族连锁会联系，攻破神秘的暹罗门啊！你伫咧讲啥？伊咧讲闽南语，你听无晓？你安尼面念念，哦好，点点多点点。喂，万象行啊！你我暹罗门为娘，免难。你不怕我左右杀手庄稼人以辱不君吗？我跟你讲，龙亚人。伊面啊，互伊拢无目样人，女目恩，哼！伊想要甲我结婚，好事来临啦！唔免啦，免啦，你落来安那野人若敢来影响，也无咧野人安那送客，我心向的，我喊来，啊，有事来，好。名士姓氏无疆，姓秀。我道，你工作完成了吗？这就是苏彦文的手机，请你关心。我道实在是武林中的贤灵哦。我道，从今以后你自由咯，赶紧选择你最爱迄个人。共度人生去吧，多谢恩师啊！众人来也，大队传者先进攻金吾百族连锁会，然后大破暹罗门，不得有我。八族神龙天灵。
在半途救了奄奄一息的段强人甲闪光人，在半途握手二别落。成功失败，连怨叹，相信你是内行人。男子汉惊困难，信心十足爬过难关。不免对我百般刁难，因为我是男子汉。成功失败，你免去怨叹，名声着爱保全。人命运袂当同款，相信你是内行人。吕伯君扮作金神，孤单流浪的女人，随着段强人甲闪光人，特别试探因两人的心情。相信你是内行人。哎，小人，哎，小人，哎，现在小人啊！好来，讲来。恁有啥不理啊？都是武林中无数之派，有如阴魔马用连所会，有人的高入有瑞显勇显，真假仙你念念，我点点，我的显勇显啊，有够勇敢，我的龙亚人呐，用因无为爱向外，伊拢没得耍，爱养一红，再来向龙亚人挑战，龙亚人亚人再来。好地南南，我心牛牛牛。龙亚人师傅，用海公一路满相迎，下人我下帖，要有都是现中现，天干艺术，伊就是安尼哦，带一个部下上爱西中上勇的人，两个人心印用海公。哇，迄个用海公的剑术，摆两摆就那个念入去，唔是讲念入去哦。甲伊점入去了后，来商量啊，伊叫伊来改含令，来破降龙门，修理中原文业。佫说来去呢，迄个现东现金和霸用连锁会之路啊，迄个人仁勇爱国，万应不免；你无安良的万应不免，你敢面上万应不免。怎么来改念老下不老？所以万象行，伊心肝怎么来干人赢？赢啊同行，一粒一粒像色呀！哎呀，迄大公园一粒一粒像色巧呢。哎，遐大汉你敢有看？有啊，我都改入去哩。唔是安我啦，我迄现中现啦。有啦，改咧现中现啦。哦，遐内面听讲拜什么万强阵足厉害呢？恁大家注意，我是严阳客，恁千万都唔通亲近静海宫去丧事啊！万强阵非常厉害，拜托你，你赶紧找找平陵，平陵才有可能破万强阵啦！过去咯。哦，好佳哉有严阳客因师徒伫内面伫咧做内应，也若无吼要识破静海宫内面的秘密，真困难呢。啊，咱赶紧来找平陵。平陵，你敢知？我也知啦，较早都帮助咱去破这个太华山金光塔，你咧赶紧来请平陵就是了。哦，平先生，我姓潘，我相配，才去找着你。找我唔是一件难事，是一件歹事。平先生，你讲咱都唔了。无错来讲。也唔敢回首的后景。平先生，啊，你以前就是破金光塔，迄是你买啊？对啊，你拜金光塔应该都要破金光塔，但是即摆事情是无甲以前共款啦。现在就是要求你地下灭落啊，大破静海宫万强阵啊！无关于我的事，我一概不管啦。平先生，莫安尼啦。平先啊，你都无聊我知。老三啊，你应该甲平先生吼，任面是一入庙内，安尼互伊彰显，安尼才有够朋友会这个暗营。
好啦好啦，咱来吟诗作对做消遣啦，好不？哦，我非常赞成啊！吟诗作对，我是非常赞成。嘿，啊，我来陪你就对啦。安尼啦，迄吟诗作对哦，当然有输赢才会信兴啦，对不对？因若讲无输赢哦，敢若当念诗歌呢哦，担来担去，安尼无信兴。哦，这安尼啦，阿兄。你若是吟诗吟上老三，哦，你吟的歹无？因老三若是无可能甲你对答，安尼伊任你的命令，安尼好唔好？啊，但是要答出来啊，爱5秒为限啊，袂使你想久哦。可以哦，安尼好，裴先生，我先做去。半水半烟独柳，半风半雾吹花，半木半浮鱼艇，半种半见人家。哦。看山看水独自，听风听雨高眠，客去客来日日，花开花落连连。哇，倒落啊！我起来命，靠头脑，哼，老三毛恁头脑上好，你袂使输呢，输了袂当发言还用啊呢。啊好啊，起来，裴先生啊，我要做你菜哦，听来听哈。强者，你的名字是女人，多少人为你倾家荡产。多少人为你葬身海洋啊！我你猜，5秒啊，1、2、3，吕伯君，吕伯君对啊唔对？差多你啦，什么猜吕伯君？伊讲用你的名字是女人，啊唔是吕伯君，你点点啦？你猜无对你输？哈？要猜什么呢？皇太啦！唔是啦，台风啦，因为风台电脑讲，我就拢讲风台，阮就拢讲台风，拢总共款。安尼老三算你赢，好，我就帮忙你打破青海江嘛，吼，赢。风啊，山啊！我哋当家人听到青海江老战士大战金鹅霸主连锁会斗斗。连锁会即将赢，青梅都真灵独对庄家人。两人一宿混生死，天灵混世5年头的3大仙甲进入青海江，特别大破万强阵落。金光万道雷声震耳，结果如何？请看下礼拜一最后的2集，苏阳门一路新阳。